重新再開始過。大家好啊！有冇本身有耳鳴嗰啲朋友未瞓覺啊？慢慢嘗試下。仲有冇人先？應該都瞓晒覺啦。哈哈。唔好意思啊，老人家都係唔係識咁多電腦嘅嘢。唔好意思啊，老人家都係唔係識咁多電腦嘅嘢。唔好意思啊，老人家都係唔係識咁多電腦嘅嘢。都係唔係識咁多電腦嘅嘢。唔好意思，老人家都係唔係識咁多電腦嘅嘢。點解 double 嗰啲聲音會？第一次直播就食蕉，陰公。
啦啦啦啦啦啦啦。天公不造美，陰公。天公都不造美，陰公。好彩仲有個啦啦煲陪我，唔使驚。好彩仲有個啦啦煲陪我，唔使驚。哇！香港人有咁早瞓覺嘅咩？聽日假期喎。哇！香港人有咁早瞓覺嘅咩？聽日假期喎。聽日假期喎。真係冇人喎，唉！等我滂沱大雨走落樓，真係冇人喎，唉！搞到咁夜，等我滂沱大雨走落樓，真係冇人喎，唉！搞到咁夜。冇辦法，冇辦法，冇辦法。低頻聲音群組。聲音群組。
如果冇人就停啦，都冇人想問嘢，唔緊要啊，聽晚都可以。其實我哋呢個群組咧，低頻聲音咧，都叫做原來好多人都可以聽到呢種所謂嘅耳鳴嘅聲音。其實我哋開呢個群組咧，主要都係本身自己有耳鳴啦。呢個耳鳴大概維持咗都差唔多超過25年。開咗呢個群組之後咧，原本係得30-40人嘅啫。咁主要都係俾啲朋友，因為有啲朋友喺台灣啦，咁佢哋就知我有呢一個嘅所謂嘅能力啦。咁跟住就一路都係30-40人咁樣互通訊息啊，有時我耳仔聽到聲，跟住就會出 post， 咁啊通知喺台灣啲朋友，話俾佢哋聽幾耐到會有地震，等佢哋自己做個防備。咁咧，直至到今年咧3月28號咧，中午12點半就出咗個7級嘅地震 post， 出完之後咧，個 post 裏面啲回應就犀利咯，哇！叫我睇急症室啦，叫我返屋企食藥啦，睇精神科啦，睇耳鼻喉科啦，跟住冇錢就話俾錢我去睇急症室，唉，不過算啦，香港人就係咁嘅啦。不過都好可惜，我個 post 講明係24小時內就會有7級地震，點知2點4個字就嚟7.9級地震，跟住2點半再嚟到個7.4級嘅餘震，跟住咧個 post 裏面嗰啲回應咧，睇醫生啊、食藥啊、睇精神科啲回應就唔見晒啦。咁啊，其中有幾位啲網友都好好，
咁啊贈送翻嗰啲叫我睇醫生嘅網友。其實咧，如果睇資料咧，真係都好似冇乜人會經常去講嗰啲所謂嘅耳鳴嘅感覺。咁我喺香港 Facebook 裏面嘅群組，我都真係揾唔到有一個係屬於耳鳴嘅群組，仲要係可以 under 到地震上面嘅對應。香港原來係冇嘅。咁所以咧，舊年我就開咗呢個低頻聲音群組啦。咁啊，加上今年3月28號，咁就一個唔覺意咁樣，又中咗個7級地震，又中咗24小時。咁啊，跟住之後嗰啲耳鳴嘅聲音咧，就亂晒大龍啦。原本咧個耳鳴嘅聲音咧，一直20幾年都係響隻左耳。點知過咗個3月28個地震之後咧，連隻右耳都聽到。跟住咧，因為我從來係未試過右耳咁滯嘅，係1年都冇，我諗2次3次都唔知有冇1年。咁啊，突然間3月28號左耳耳鳴之後，跟住進入4月開始，跟住隻右耳就持續幾日啦，都成個禮拜不斷響到根本我都分唔清究竟係邊度地震。咁所以咁嘅情形之下咧，就覺得好奇怪啦。咁啊，跟住都同某啲網友都傾過。咁啊，初右耳嗰幾次所謂嘅地震嘅聲音，所謂耳鳴嘅聲音，有一次其中係去到冰島，另外一次就去到東加。東加嗰次聽到嘅係7.9級嘅火山大地震。咁冰島嗰邊就係，冰島嗰邊好似又係7級地震。咁如果你話可以聽到咁遠嘅，但我又真係分唔到，地球太大啦，我又只係住喺亞洲，我點可以分到成個地球邊度地震邊度地震啦？咁所以咧，後期都亂晒龍啦，聽到都，咁啊停咗一排，跟住就同啲網友解釋翻，其實耳鳴咧，如果本身個身體係健康嘅話，個耳鳴你又長期都係持續耳鳴，例如每一日都會耳鳴1次、2次或者3次。咁如果你持續超過6個月嘅時候，但係你個身體狀況係正常嘅，咁就真係恭喜你啦。咁你就成為咗一個可以聽到一個低頻聲音嘅一個香港人。其實低頻聲音個意思咧，應該係可以係叫做只有動物聽到嘅聲音。如果根據科學上面嘅判斷，係好少人會聽到。咁如果又根據呢個科學上面嘅知識，其實低頻嘅聲音，佢會係以一種所謂嘅脈衝嘅方式去衝入隻耳仔，而令到你個耳仔裏面個耳膜裏面嘅內鼓受到震動，而接收到呢啲所謂嘅低頻聲音，而導致到你會聽到呢啲聲音嘅時候，你就會覺得真係個所謂嘅干擾係好大嘅，同埋會係好討厭嘅一種聲音，討厭到咧衝入嚟嗰下，即係左耳就出咗，會係類似聾咗咁樣，聽唔到外界嘅嘢，
淨係聽到嗰種所謂嘅低頻嘅聲音。不過好彩，每次都係維持大概4至8秒時間到嘅啫。咁嗰次3月28號緬甸大地震咧，就大概係13秒嘅，係超過10秒㗎啦已經。咁我所以先至覺得會係一個7級以上嘅大地震。咁如果20幾年嘅經驗話俾我聽，尤其是呢2-3年咯，呢2-3年係好刻意去再聽翻啲聲音啊，去將啲聲音去分段，大聲啦、細聲啦，由佢衝入耳仔嗰一刻最大聲，直至到消失嗰一刻，咁啊自己去判斷究竟會係接近係邊個國家地震，其實係冇得估㗎，亦都冇得猜，係估又估唔到，猜又猜唔中，咁啊只係可以判斷個聲音大細，去界定嗰個所謂嘅地震嗰個級數。聲音越響亮，其實就可以點講咧？叫做係聲音響亮，應該點樣解釋咧？可以令到大家都清楚嘅話，其實聲音越響亮咧，代表嗰個地震嗰個距離咧會係好近。例如我哋我生活喺漁村，咁如果我聽到嘅聲音係好近好響嘅時候，響亮，咁我會係界定係台灣啦、印尼啦、日本啦，或者菲律賓或者中國呢啲咁嘅地方。咁如果我聽到嘅聲音係好遙遠、好遙遠，咁呢啲聲音大部分咧會係偏向南美啊或者南非嘅國家，因為係真係可以聽到咁遠。咁如果你話我哋呢個群組裏面有幾多人係有呢個所謂嘅耳鳴嘅能力？而家我見到個群組裏面有好多人自己都會出 post， 自己耳鳴咗幾耐，聲音響唔響？有啲就話會係好刺耳。咁其實呢啲係好現象嚟嘅，因為身體健康，咁你又可以聽到呢啲聲音。咁其實科學嘅解釋唔多嘅，科學對耳鳴嘅解釋係一直都好少嘅。咁如果你話有科學嘅根據，有人做過一個研究，咁就下一次先再講呢個女人。呢個女人係屬於美國嘅，佢係唯獨是一個同我哋一模一樣都係可以聽到低頻聲音嘅一個美國人。咁佢就接受咗美國啲科學家嘅研究，係啦，下次再同你哋講。講翻我哋香港自己先，其實我哋香港人應該都普遍，我唔知有幾多個，因為如果真係可以聽到聲音嘅，可以分別到個聲音大細，跟住嗰個距離，其實都要一段日子自己去慢慢捉摸呢啲所謂嘅聲音嘅時間啦、長短啦。長短就係個聲音個持續個聲音有幾耐，聲音持續越耐，即是話俾我哋聽個地震級數會係好高。正常超過10秒嘅低頻聲音，個地震級數就一定係7級地震。呢個係我3年以嚟好努力去將啲聲音全部去作一個所謂嘅分段，因為我呢個耳鳴已經係20幾年噶啦，超過25年。咁開頭就後生嘅時候係好頻密，每日大概都10次8次噶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對呢啲聲音係好討厭嘅，因為真係討厭到係真係有時行下街咧，突然間隻左耳就會聾咗，聽唔到聲，得翻隻右耳咧，咁就真係大件事啊！過緊馬路嗰時先最驚。
其實咧，如果講移民最嚴重嘅一次就係南亞大海嘯噶啦。當年嘅左耳咧，南亞大海嘯之前嘅一日，係啦，之前嘅一日，即係嗰個所謂嘅聲音，因為佢嗰個因為當時南亞大海嘯咧係2004年嘅12月26號發生，咁我12月24、25號咧，我隻左耳就已經開始腫到好似個豬八怪嘅耳仔咁樣。咁當時又去咗急症室睇啦，咁啊跟住就冇受傷冇撞親，咁啊醫生個解釋就係淨係話個耳膜裏面全部都發晒炎，腫得好犀利，咁啊所以咧就只係可以返屋企滴藥水，乜都做唔到。咁咧跟住第二日就南亞大海嘯。咁當年南亞大海嘯咧個地震個級數係9.3級，係大地震嚟嘅啦已經。其實正常嚟講9.3就已經係超級地震嚟嘅啦。因為去到咁強烈嘅地震，而我隻耳仔可以去到腫到成隻豬八戒咁嘅耳仔咧，我應該都係好誇張。咁嗰次咧就係引申咗出嚟之後，就開始都繼續留意翻啲地震，但係就冇咁積極嘅，因為覺得係奇奇怪怪嘅啲聲音，同埋會引致到隻左耳會腫得咁犀利，仲要去到急症室睇醫生。咁所以當其時咧，俾我感覺就係千祈唔好再嚟多一次，再嚟多一次隻耳仔又係腫又係痛。跟住之後咧，斷斷續續啊，311啦，咁嗰啲因為都太耐時間啦，我唔記得都唔係好記得當時有冇耳鳴，因為當時我好記得2011年我屋企係發生咗啲事，所以導致到冇理到個耳鳴嘅。咁啊，跟住就一路嚟到啲日子，其實每次嘅耳鳴對某一啲嘅地震嘅級數咧，會係特別敏感嘅。例如5級啦，5級地震，舊年係3、4月嗰陣時係響得最多嘅，咁就大部分都係台灣嘅地震，咁嗰陣時都幾集中聽到呢啲所謂嘅耳鳴嘅聲音，聽親都係大部分都係台灣，咁所以嗰陣時都叫做都幾煩，同埋啲朋友都話唔好再出 post 啦，因為你一出 post，我哋呢邊就震，咁就不如唔好出啦。咁啊，跟住就另外一次就應該係5、6月啦，都唔係好記得啦，又係台灣嘅。我記得好似係5級至6級地震嘅，好似6級地震應該。我又忍唔住手，我又出咗 post， 跟住又係嚟咗一次6級地震台灣。咁所以咧，你話有時候點樣去界定呢啲聲音咧？其實都要係日積月累。我哋又唔好咁介懷嗰啲聲音，特別煩，特別一種所謂嘅好干擾嘅生活。其實可能係一啲天賜嘅能力，俾某一啲人可以擁有呢啲能力嘅時候，去預先24小時去提供一個所謂嘅地震嘅通知，而可以令到某一啲地區嘅地震嘅百姓可以提早有一個防範。
其實我覺得呢個幾好噶啦，已經，因為我哋漁村係冇呢一類嘅地震群組嘅，低頻嘅聲音更加冇。咁如果你話台灣都好多地震群組嘅，好參差。咁如果你話台灣嘅地震群組真係要做到預先通知，可以做到24小時內地震通知到嘅話，我見好似都係一個都冇。咁其實我哋香港而家有呢個所謂嘅低頻聲音預防地震群組，其實幾好噶，我覺得可以幫到好多人，同埋又可以令到更加有耳鳴聲音聽到嘅香港人都可以去做一個所謂嘅預先可以去通知其他嘅人幾耐會發生地震。其實我見到而家我哋嘅群組裏面有好多人都自己會開始出 post 啊。其實佢哋嗰個所謂嘅模式其實好簡單嘅啫，只需要係練習到聽到嘅聲音，你去集中啲嘅精神聽下個聲音響唔響，響唔響亮，同埋呢種所謂嘅低頻聲音衝入隻耳仔之後，由第一下開始個聲音正常會係最響亮，直至到消失，呢個聲音係唔會中斷嘅。呢個就係叫做低頻聲音。如果係中斷咗嘅，咁呢個就唔係低頻聲音啦。呢個可能係另外一種所謂嘅聲音嘅來源，同低頻都係一樣，但係只不過係我聽到嘅低頻聲音，呢20幾年每一次嘅低頻聲音係由最響亮最響亮去到直至消失，呢段時間中間係唔會斷開，係唔會中斷，咁所以我先至可以做到有一個判斷能力，就係話個聲音響唔響亮，代唔代表係好接近自己身邊嘅國家。咁所以呢個就要靠所有人，每一位網友，你哋對嗰個聲音嗰個分別，就係要界定佢為一個唔會中斷嘅聲音。如果有中斷嘅，可能係另外一種嘅模式嘅聲音，咁你就可能要用你自己平時聽開呢個聲音嗰種模式去分別，將佢嗰個所謂嘅意識個模式啊，即係地震個模式，係究竟會係以一個咩模式出現喺你個耳仔裏面，應該係咁講。咁所以其實每個人個聽到個耳鳴嘅聲音個個都唔同噶，有啲會係金屬嘅聲音啦，有啲會係一啲好刺耳嘅聲音啦。而我呢一啲咧，我呢啲嘅聲音係叫做乜嘢咧？由最響亮直至到中斷，唔會有高低音。亦都唔會有類似嘅音譜上面嘅一個音調，亦都唔會有。佢會係以一個單音啊，一個聲音，係一種聲音，冇分高低，亦都唔會有嗰個旋律嘅聲音包含喺裏面。佢只會係有一個最響亮嘅聲音衝入隻耳仔，直至到消失。咁呢個喺我眼中就係低頻聲音啦。咁如果你話好多人都會有，咁有你要講出嚟，你要講得出嚟之後，你可以形容到個聲音係乜嘢聲音，咁呢個界別先至可以判斷究竟係唔係真係低頻嘅聲音。咁唔好太過刻意去介懷聲音嗰個分別。其實有呢啲聲音對某一啲人嚟講，可能係一種
好滋擾嘅生活，同埋點講咧？因為我哋香港始終都唔係屬於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斷層，同埋成日持續有地震嘅一個地方。咁相比起之下，我哋聽到嘅聲音其實大部分都會係傾向係境外嘅地方地震，或者係中國嘅地方地震。咁所以我咧開直播就係想講下大家對嗰個聲音嗰個分別。所以就係頭先我都講咗每個人聽到嘅聲音唔同啦。咁可能而家你哋聽到嘅係有啲網友係好刺耳嘅聲音啦，可能你以後繼續聽落去都係刺耳嘅聲音。咁呢啲網友聽到啲係金屬嘅聲音，咁佢以後聽落去嗰啲都係金屬嘅聲音，因為個個人個對耳嗰個耳膜裏面嗰內鼓啊，嗰個反應都係唔一樣。不過咧，如果我睇資料搜集咧，科學嗰個搜集嗰度嗰個所謂嘅低頻聲音咧，其實有一啲類似嘅脈衝嘅形式，以一個脈衝嘅形式衝入隻耳仔，而導致到某一啲人會聽到呢啲聲音嘅。但係咧，呢啲所謂嘅脈衝聲音，如果長期都聽到嘅話咧，係對身體係真係好唔好嘅。可能係個耳膜會係增加咗嗰個老化，可能會變咗好快，即係可能未到耆英嗰個年代，可能就已經係個耳仔可能已經係失去咗差唔多70%嘅聽力噶啦，好多都，我都有嘅，我都會係聽嘢嘅時候咧，都比較會係傾向隻右耳，用隻右耳去聽嘢，左耳反而係企喺我側邊講嘢咧，企喺我左邊講嘢咧，可能我聽得真係有時都唔係咁清楚嘅。咁所以咧，你話我哋每個人嗰個構造都可能對聲音嗰個分別或者嗰個接受都可能唔同。咁所以咧，今日我都係小試牛刀，講下略講下，介紹下嗰個聲音究竟係點解會咁樣。咁其實你話低頻嘅聲音點講咧？每次地震之前就係因為個板塊同個地殼摩擦而發，佢哋每一次摩擦就會積聚啲能量，而呢啲能量又會跟住呢啲板塊嘅摩擦同埋地殼嘅摩擦，而造成咗一啲所謂嘅低頻嘅聲音出現嘅時候，咁佢哋就會類似一個所謂嘅擴散模式，將呢啲聲音擴散出去，咁變咗喺附近嘅動物，因為普遍有好多動物都會聽到嘅，咁所以對呢啲聲音咧就會係驚恐，跟住之後咧就出現啲逃走嘅行為。咁呢啲模式一出現咗，就只係代表嚟緊嘅可能10個鐘啊、8個鐘啊，或者24小時內就會有地震啦。咁所以就係我哋要可以做到嘅，真係能力靠聽到呢啲聲音而可以分辨到幾耐有地震。咁我哋就應該要出 post 話俾身邊嘅朋友啦，話俾外國人聽啦，東南亞嘅人聽啦，台灣又好，菲律賓又好，印尼又好，中國又好，總唔知有呢個能力嘅就應該係咁樣做，就係咁樣。咁所以你話我哋有啲人都會覺得耳鳴就有病，你應該要去睇醫生，你應該要去食藥，睇耳鼻喉科。再嚴重啲，可能要去睇精神科，冇問題嘅。我會聽你講，我會去睇耳鼻喉科，我睇咗噶啦，一切正常。咁我都睇咗精神科，
精神科醫生話你根本都冇事，你做乜嘢仔嚟浪費個時間，浪費個位，壓住個位咧？咁所以咧喺度都奉勸某一啲人咧，有時你哋啲說話咧唔好咁尖酸刻薄。好似我328出個地震鋪，你叫我睇醫生、睇精神科、睇耳鼻喉科、排街症，返屋企休息，返屋企瞓覺，返屋企食藥，我都唔介懷，因為我都聽好多次噶啦都。但係因為有啲朋友未必好似我咁樣有20幾年嘅所謂嘅耳鳴聲音，聽都聽，即係聽咗20幾年，咁跟住間唔中出 post 都會俾人哋講嘅時候，咁有啲朋友可能係接受唔到噶嘛。我突然間出個 post， 跟住俾人哋話我神經病，我睇耳鼻喉科喎。其實咧，做人我哋應該唔係咁樣噶。當有一啲人嘅能力可以表現到出嚟嘅時候，佢呢個能力係可以救到人嘅時候，你居然嗌佢去睇精神科，嗌佢去睇耳鼻喉科，所以我哋做人係真係唔應該咁樣嘅。不過都算，有時候咧，人性就係咁樣噶啦。所以我喺度咧同啲網友講，你哋聽到聲音其實係唔需要介懷。聽到聲音嘅，如果你有空啊，仲有時間嘅，出個 post 話俾自己個群組啲網友聽，咁可能有外來嘅人都會睇到嘅，咁起碼佢哋都會知道，咦？聽到聲音喎，有啲人會唔會係未來某啲時間內會有地震呢？咁起碼個個都會有個警惕喺度，聲音唔會貿然出現，聲音係唔會貿然突然間走入你隻耳仔，走得入你隻耳仔，即係代表你有能力可以聽到呢種聲音嘅時候，咁你嘅能力係已經有，係叫做擁有咗噶啦。只不過係呢個聲音會係繼續持續落去，好似我咁樣有20幾年嘅聽到嘅聲音，定還是會係間中先會出現嘅聲音。咁呢個分別就要睇下你日後對呢個聲音嘅接觸會係出現啲咩情況。同埋呢個耳鳴嘅聲音好奇怪，佢要喺一個好安靜嘅情形之下，佢就會俾你聽到噶啦。但係如果你喺條街度，喺啲嘈吵嘅地方飲茶啦、餐廳啦、食飯啦，反而係聽唔到嘅。你哋可以自己留意下。我個耳鳴聲音就係最衰嘅一個。喺安靜嘅時候咧，佢可以出現10次8次，但係我就唔會咁樣咁刻意去出 post， 因為咁樣聽法咧，我每日即係如果咁樣10次8次都聽到嘅聲音嘅時候，咁我即係每日要出成10次8次 post。咁就變咗真係好擾民，亦都好似做到一個所謂，有網友同我講過，有個老友同我講過，講到好似狼來了咁樣，即係遲早都會嚟一次噶啦。但係我唔係，我啲 post 一出，其實都中一半，只不過係唔知邊個國家地震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我哋應該對耳鳴嘅網友咧，大家應該有個包容啦，唔好太過，因為加入得呢個低頻聲音咧，大家都希望可以透過低頻嗰個聲音，每一個人如果可以聽到呢啲聲音嘅時候，其實佢哋嘅能力係可以做到係真係可以救到人㗎。佢哋肯出 post 嘅時候，不論佢哋嗰個能力係可以判斷到幾耐都好，起碼佢哋肯出 post 話咗俾人哋聽，話咗俾身邊人聽，咁你哋應該就視呢個耳鳴嘅朋友係一個天才，唔係一個神經病要睇耳鼻喉科嘅病人。所以咧，我哋有時候，因為始終人就係咁樣噶啦，人性就係咁樣噶啦。有啲人都係今時今日都係
對耳鳴聲音嗰啲朋友咧或者網友咧都係尖酸刻薄嘅講啲嘢。有時我出地震 post 一樣都會碰到呢啲人嘅，同埋有啲人咧係犀利到咧私下就 PM 我，跟住同我講：你翻去食藥啦！你出咩地震 post 啊？邊處有地震㗎？你嗰啲係個身體有事啊！你應該快啲去睇醫生咁樣。即係我又唔會同佢拗撬，亦都唔會同佢嘈交，只不過係我出得個地震 post 話俾你聽，24小時咪24小時咯。咁中唔中咪睇下係咪真係有地震咯？係咪真係24小時內？咁呢幾個國家係咪真係有嗰個級數嘅地震？咁咪大家咪分別去界定嗰個真與假咯。咁有時候我都會食炸糊噶嘛，我都會失靈噶嘛，就係咁簡單咯。咁如果我下下都咁先知可以預測到邊度地震，咁我可能做咗某個國家天文台台長咯。所以我哋有時候做人真係唔好太過尖酸刻薄。咁另外咧，講下3點幾咯，唔覺講咗成半個鐘頭有多。咁下次咧，今日就小試牛刀試一試，因為始終都老人家對呢個 Facebook 嘅直播同埋啲電子嘢咧都唔係咁熟悉，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好咁介懷我。咁下次我開直播咧就會再早啲啦。係撞啱今日個老天爺就好似特別玩我啦，明知我要落樓咧就閃個不停，狂風大驟雨。咁咧，其實點講咧？今日7月1號，或者今晚夜少少，而家係7月1號凌晨。睇下今晚7月1號夜晚好早啲啦，9點10點睇下可唔可以早啲開個直播，同大家講下7月5號。其實7月5號咧，我都講少少啦。喺 Google 資料庫裏面咧，你去搜尋咧300年內嘅預言家預言地震咧，所謂預言家嘅意思，佢係預言一樣嘢。如果佢講嘅意思係涉及10年、20年、30年某一樣嘢、某一件事情嘅發生嘅時候，佢可以講到個時間，講到個日子，但係通常都係唔中嘅。我都未見過有一個預言家係真係可以中到嘅。不過你哋就話呢位女士中咗日本嘅311又好，乜都好，咁你話如果佢以一個夢境再去插入一個時間日子，時間應該冇噶啦，我睇應該都係日子問題。咁如果佢嗰個日子係10年前嘅事，講緊10年後會發生，跟住再講緊12年後、13年後嘅7月5號又發生嘅時候，會唔會係傳媒嘅炒作咧？會唔會係大家過分咗嗰種所謂嘅迷信，而導致到呢本書咁暢銷、咁大賣咧？其實我都有睇過佢啲內容，佢講嘅只不過係一種夢境。咁夢境係咪真係成為一個事實？咁係睇下你點樣去睇個夢境。佢出本書其實好老實，喺我眼中呢本書個目的係得一個，賺錢。再出多一本
第二集，佢個目的都係賺錢，因為你哋會去俾錢買睇呢本書啊嘛。咁你哋俾錢去買睇呢本書，咁佢咪會賺到錢咯？咁個內容你哋要去相信嘅時候，因為你哋相信先至會去買呢本書啊嘛。咁我唔相信咪唔會買咯，咁我咪唔會俾錢去賺咯。同埋我都係講嗰句，預言家300年來，我係未見過一個預言家係實實在在講到一樣嘢係涉及地震嘅，係一個都冇。有全部都係你哋傳媒自己去做一個炒作，將件事煲大佢，將某個人定義為一個預言家，咁我就真係未見過咯。如果見過嘅，你哋可以啲網友話俾我聽係邊個預言家，大家攞出嚟討論下，唔緊要噶。所以你話我哋有時候做人嗰種幾咁無知嘅，叫做人哋話係乜，我哋就去相信乜，唔得噶嘛。唔通我話我係外星人喎，咁你就相信我又係外星人？唔係咁樣噶嘛。你嗰位日本人嗰位女士都行咗出嚟，都公開咗7月5號唔係佢自己編落去噶嘛，係呢一個書社個編輯自己安咗7月5號落去噶嘛。咁啊，大家就一路炒作，傳媒又炒作，咁行唔通噶嘛。咁如果7月5號冇事咧，咁又點計啊？咁好啦，跟住我哋呢位日本女士突然間就話戴咗個頭盔先，佢話七月份咧不一定會發生嘅事咯。咁即係點咧？咁即係又唔係7月5號咯，可能係7月唔知邊一日會發生啲大地震啊，或者啲大事而導致到日本出咗事咁樣。其實呢啲都係一種炒作嚟嘅啫嘛，冇你哋傳媒去幫手，呢位日本女士可以賺咁多錢，一本書就賺咁多錢，嚇死人啦！賣成100萬本，唔好玩啦，陰公。咁目的咪係為咗賺錢，做啲咩咧？可以咁，所以就係你話香港人啊，跟住頭先我又見到有個網友又 po 咗個日本嘅唔知咩人嚟嗰個，跟住就話就 po 嗰個日本女士嘅嗰本書，第一本書，跟住佢就話佢話嗰個所謂嗰個好接近我哋香港，唉，唔緊要啦，即係嗰位應該係叫做明治天皇嘅玄孫啊，佢話我哋香港更接近預言地震點，香港人都是傻瓜，咁冇嘢嘅，咁你係天皇個孫有乜所謂啊？冇乜所謂。咁跟住就我之前都講咗噶啦，我話差唔多到嗰啲咁嘅日子咧，就會有好多啲所謂嘅人走出嚟，左呃右呃啦。跟住頭先我又見到有人講，因為其實都會嘅，因為人始終都係迷信嘅，冇一個唔會唔迷信嘅。我只係可以講一句，用金錢去祈福
求福，希望件事唔好發生。我覺得呢啲係真係最愚蠢嘅一種行為。你只會係造就一啲你俾錢去俾咗一啲神棍去賺去呃你嘅錢，應該係叫做唔係賺你嘅錢，你係俾啲神棍去呃咗你哋啲錢。如果俾錢可以祈福，可以世界和平嘅，咁呢個世界上面就唔會有咁多戰爭啦。咁呢個世界上面就唔會死咁多人啦。因為我啱啱先見到，所以咧之前我已經出咗 post， 都已經講咗啦。臨近呢幾日咧，已經係特別多人行出嚟咧，又呢樣又那樣噶啦。已經有啲人就直情走嚟香港都即係又噼里呱啦啊，跟住又話點樣祈福，又話點樣作福祝福咁樣。到最撚尾行出門口，原來要俾錢喎，冇玩啦！一係就行入去就要俾錢，俾入場費；一係就行出門口咧就添多少。咁我入去聽，原來都係要俾錢嘅，就係咁簡單咯。咁呢個世界點會係真係有人可以咁神明，可以祈求呢個世界和平噶？如果俾少少錢就可以令到唔會有大地震發生嘅，咁呢個世界就好和平咯。咁如果你每個人都話可以俾少少錢嘅時候，咁呢個世界就唔會有戰爭咯。咁所以咧，之前講咗噶啦，希望各位網友自己都心中有數啦，唔好以為真係某啲人講嘅嘢就一定係啱。好老實，如果真係要某一啲行為牽涉到金錢嘅，咁呢啲就已經唔係乜嘢嘅所謂嘅祈福啊，係啦，祈福祝福係啦，好多，因為呢幾日琴晚30號下晝啊，我已經開始喺 Facebook 已經見好多呢啲咁嘅人喺度講嘢噶啦，已經。觀物論點都好啦，有時我哋做人唔好太過迷信某一啲所謂嘅預言中咗嘅冇辦法，咁呢個係佢可能真係佢本事。咁如果係再講落去再中嘅，咁我都會當佢係預言家。咁千祈唔好一概而論，以為。因為有啲人講到佢本書咧中10幾個預言，但係我都好牽強咁樣睇一睇，點樣中10幾個預言呢？我想問你，將啲日子將每一件事跟住安插入去呢本書裏面某一啲所謂特定嘅時間裏面嘅時候，咁呢啲唔係預言喎，呢啲係你哋自己本身某一啲人去做出嚟嘅時候，已經係將呢個所謂嘅預言安插咗擺喺度，跟住等啲事發生咗嘅時候，你哋先再將呢件事擺翻入去個預言嗰度。你好似調翻轉嚟講，咁呢個就唔係預言嚟嘅咯。大家諗下係咪？因為我窮啊，所以我冇錢去買佢嗰本第二冊嗰本書，我連第一冊都冇錢買嘅，我都係問人哋借翻嚟睇一睇。不過我睇咗2頁，我哋已經俾翻人哋啦，已經都。咁所以你話我哋迷信啊，真係冇咁迷信啦，冇用噶。都係講嗰句，地測係從來都唔能夠預測，就算我哋有耳鳴有低頻聲音嘅人都未必做到，唔係未必，係根本都冇乜可能做到。如果係做到嘅話，以我呢3年嘅耳鳴嚟講，其實我應該係可以做到嘅。不過我係對啲聲音咧係一直都係仲未係可以好實在咁樣係聽得出究竟係邊度會係地震。其實真係好難捉摸嘅，冇得捉摸嘅，係估又估唔到。你
斷估又斷估唔到，估又估唔到，其實係真係估唔到。咁我唯一嘅方法只係可以寫就係我聲音響亮嘅時候就代表就係台灣、日本、印尼、菲律賓、中國；聲音遠嘅時候係可以涉及南非啦、南非、北非啦，或者歐洲嘅國家，就係咁樣。咁你話我哋群組裏面仲有咁多人，都有幾廿人，而家都自己又出 post 話自己驗命幾時持續幾耐咁樣。其實唔緊要嘅，出呢啲 post 咧，即係證明你有呢個能力。跟住有啲人成日講啲老土嘅說話，其實你唔使理佢噶啦。食咩藥啫？食藥咪一齊翻去食咯。你話有乜所謂啫？其實唔使回應佢哋噶，你哋嗰啲人其實講嗰啲說話真係好難聽嘅，唔使理佢哋。咁難聽嘅說話，你哋聽嚟都無謂。所以咧，有時候我哋今晚夜啲，早啲開咪，早啲開直播。因為頭先滂沱大雨都落唔到樓，陰公。就仲有啲乜嘢咧？今晚順便講下嗰個美國嗰個女人啊嘛，佢嗰個驗明嘅聲音，佢係可以預測到第7日嘅地震啊嘛，7日地震啊。咁啊，跟住睇下今晚仲有冇啲早啲開啦。今晚因為今日真係好夜，搞到3點半。唉，唔講啦，今晚先講。咦，都有幾個女友入咗嚟喎。見到你啦，Gary 哥，咁夜仲未瞓啊？ King Sir 咁夜仲未瞓啊？掛住講都冇睇嗰個熒幕啊，我都，所以都係第一次開直播，都係唔係好掂。好啦，早唞啦各位，今晚再傾，拜拜。